两个唔知是不是真正这个爸仔囝吼，不晓得是不是真的真的我们的这个真的我们的父子来邀请我们的陈国健，我们的李玲带来这一首《爸囝真亲》，邀请我们的国健、李玲，谢谢。唔是亲生哦，这个跟恁查某囝？不是。不是哈，这个跟恁临时搭档的。这是你爸爸吗？我是不是你爸爸？啊，不是哦，爸爸目前在哪里？爸爸有没有戴眼镜？爸爸有没有戴眼镜？没有。没有啊。确定不是亲生的，因为他连看都没有看一下，哦，临时半路半路进去的哦，哦，是，哦，那你觉得这个爸爸表现的好不好？明白。
也表情是安尼，袂歹。那你觉得这个女儿表现的好不好？很好。哥哥，这个叫国建哥哥，你叫一下国建哥哥，叫不出来吗？国建哥哥，你叫一下阿建哥哥。叫叔叔吧。不讲话，他就是不讲话，好，算了。